这是奥沙利文最不开心的一场比赛，他的这杆失误也将使自己陷入极为尴尬的处境。此刻，他正面临着对手亨德利的赛点，尽管小分领先了49分，但他不留后手的打法给了亨德利直接上手击球的机会。倘若亨德利想要直接赢下比赛，就得一杆实现清台。不过，随后发生的一个意外，真不知该让亨德利开心，还是该让火箭难过。白球撞上红球，改变运行轨迹后，停在了一个 K 球的点位上。虽说角度很大，但此时憋了一肚子气的亨德利却异常坚定。他用一杆强力的低杆带塞击球，瞬间弹活了台面上所有的红球。紧接着，镜头给到了火箭一个大大的特写，只因在赛前，作为卫冕冠军且高居世界第一的火箭，冲着已经日薄西山的亨德利开炮，扬言要在比赛中把亨德利打爆。那么，在听到这番言论后，作为那时大赛成绩断层领先的台球皇帝，哪能受得了这份气？随后，在一杆精准的进攻之后，就当亨德利赢下比赛的那一刻，他却黑着脸和奥沙利文进行世锦赛中最不愉快的握手。